靈槍駝母限至投河。第5章水井揭露了真相。一大清早，陳永仁的電話再次響起，他聽了幾句後眉頭緊鎖，掛斷後立即通知程李生：李生，有新線索啦！我哋喺黃美林村屋前發現咗一口廢棄多年嘅水井。陳永仁約了程和堅一同前往。林慕堅收拾好化驗器材，嘴角帶咗一絲揶揄：如果真係喺水井發現證據，咁你嘅命理推算今次算係撞啱咗。也許係撞啱咗，程李生無奈地說，也許係先入為主，我從一開始已經將老張嘅死聯想到同水有關。三人驅車趕往大埔村屋，那口古老的水井靜靜等待着，準備揭開這宗命案最關鍵的秘密。這口百年古井是村民昔日的生活取水處，井口覆蓋住一張生鏽的鐵絲網，旁邊橫掛着一段腐朽的麻繩。雖然廢棄多年，井底仍保持着一定水源。石砌的井口直徑1.2米，程李生上前觀察，呢張鐵絲網最近好似被移動過，有舊壓痕。再俯身望向井壁，發現石壁上有幾道新鮮的刮痕，與周圍青苔斑駁的舊痕形成鮮明對比。他的直覺告訴他，呢度先係案發嘅第一現場，呢啲刮痕好可能係拖墜屍體嗰陣整到嘅。林慕堅蹲在井邊，目光掃過周圍環境後，迅速進入工作狀態。他轉向隨行的鑑證科探員，語氣專業而果斷：我需要你哋分組採樣。第一組用無菌瓶喺井內不同深度採集水樣，每隔半米一個樣本，記錄採樣深度同時間。第二組留取井底沉積物，特別注意保存底泥嘅原始狀態。另外，小張，麻煩你從井口周圍5米範圍內採集土壤樣本，每個方位各取3份作為對照，注意保持樣本完整性。接住轉向程李生，記得你講過屍體腳踝有特殊泥沙，呢度嘅土壤質地睇落好似好相似。陳永仁在旁看着，低聲對程李生說：阿堅做嘢真係一絲不苟。程李生點頭，呢個就係我需要佢嘅原因。探員用特製的長杆採樣器深入井底，撈起第一批沉積物。林慕堅戴上手套，仔細檢視打撈上來的雜物，有碎石、落葉、生鏽的鐵釘，還有一個小小的金屬物件。他用夾子夾起那枚金屬物，在陽光下端詳。那是一隻白金戒指，雖然沾滿泥跡，但明顯相當束身。他翻轉戒指，查看內側刻字，突然僵住。點呀？程李生走過來，林慕堅的聲音有些發緊，內側刻住 HZ。他抬起頭，目光與程李生對視。張俊賢嘅英文名係 Henry， 而根據資料，黃美林係 Zita， 呢隻好可能係佢哋嘅定情信物，係一隻婚戒。在場眾人都驚訝於他驚人的記憶力，竟然能記得案件資料中隨手帶過的英文名字。程李生眉頭深鎖，老張明明說過黃美林已有家室，兩人只是曖昧關係，這隻婚戒意味住什麼？他們是否已秘密訂婚，還是老張打算用這枚戒指向他求婚？堅取出紫外線燈照射戒圈內側，發現有機物殘留，可能來自皮膚組織，需要進行 STR 分型檢測。呢隻戒指好新，冇長期佩戴嘅磨損痕跡。林慕堅的觀察力一如既往地敏銳，好可能係最近先買嘅，要確認黃美林有冇同款戒指。回到化驗所，林慕堅立即展開分析工作。他向程李生解釋整個比對流程，每個水源都有獨特嘅指紋，就好似人嘅 DNA 咁。我會從3個層面進行比對。他指向顯微鏡下的樣本，第一係硅藻分析。硅藻係一種微型藻類，有堅硬嘅硅質外殼。我哋會用強酸溶解有機物，淨係留低硅藻嘅硅質外殼，喺電子顯微鏡下比對。如果死者生前溺水，水中嘅硅藻會隨呼吸進入肺部，甚至通過血液循環進入骨髓。不同水域嘅硅藻種類同數量組合都係獨一無二嘅。程李生若有所思，所以只要比對死者體內嘅硅藻同井水中嘅硅藻，就可以確定佢有冇浸入呢口井。林慕堅點頭。第二係化學分析。每個水源因為地質環境不同，其酸鹼度、水質硬度、礦物質含量、微量元素比例都有差異。我會用離子色譜儀同質譜儀精確測量呢啲成分。
他拿起從屍體腳踝處提取的泥沙樣本。第三係泥沙分析，我會檢驗泥沙嘅顆粒大小、礦物組成，睇下係咪同井底沉積物吻合。程理生記得在貨倉現場時，他就注意到死者腳踝上的濕泥與水泥地台格格不入。如果這些泥沙來自水井，就能證明屍體是從別處而來的。一天後，化驗結果出爐。林無堅將報告攤在桌上，神情凝重。結果好明確，死者肺部殘留物中嘅硅藻群落同水井樣本高度吻合，而同貨倉附近嘅積水完全不同。死者腳踝處嘅泥沙，其礦物成分同井底沉積物一致。翻到下一頁，仲有一個重要發現。死者血液中檢測出安眠藥成分唑苯坦濃度達2.3毫克每升，唑苯坦口服後15分鐘起效，劑量足以令一個成年男性陷入昏迷。程理生的拳頭握緊，老張被人落藥迷暈，然後按落井裏溺斃，最後被拖到貨倉焚燒，偽造自殺現場。陳永仁立即接話：我查過啦，黃美琳嘅老公周國雄有焦慮症同睡眠障礙，長期食安眠藥。所有線索開始串聯成一條清晰的脈絡。張俊賢與黃美琳的地下情，那枚刻住 HZ 的分界，被自導沖昏頭腦的丈夫，安眠藥、水井、焚屍滅跡。程理生站在窗前，望着遠處烏雲密布的天空。他想起老張的命盤：靈槍駝母，限制投河。命運早已寫好結局，只是兇手試圖用一把火掩蓋真相。呢口老井，他喃喃自語，終究成咗命運嘅刑場。林無堅走到他身邊：你嘅命理同我嘅科學又再一次殊途同歸啦。